AI 光模塊熱潮殺到埋身，劍橋科技6166 IPO 抽唔抽得過？三大必抽理由：一點7折優惠價買 A 股同款，A 股現價117蚊，H 股最高68.88蚊，等於街市買餸買2送1嘅折扣力度。港股平價版呢個賣點已經夠晒誘惑。二明星隊機頭錯陣，霸凌、大摩、紅杉16個大戶包辦近半貨源，等於睇戲有 VIP 包廂，未開場已經坐穩半邊場，街貨少自然物以罕為貴。三踩響 AI 風口上邊，豬都會飛。800G 光模塊就係 AI 數據中心嘅超高速公路。全球搶建數據中心設備商變咗賣標人，行業年增長15%，呢班順風車值得考慮。三大暗湧要醒，一掃寶有計時炸彈，但1.2億，但係現金流負1.9億，存貨周轉200幾日，萬光阿婆行路。科技產品擺得耐，隨時變電子垃圾，而客源集中過雞蛋放同個籃，最大客戶佔40%生意，就一個大客等於酒樓走咗圍結婚宴，肉痛非常。三光模塊未成氣候，主打產品仲係傳統寬帶佔58%，AI 概念業務得19%，掛羊頭味道稍濃，星馳連環短炒策略。呢一轉值得抽，機頭護航加折價，再加 AI 概念，三戰齊發。如果短炒學茶餐廳即叫即炒，中籤之後睇暗盤食糊，中線可以設定合理嘅利潤目標，唔好學宅男追女神咁長情。長揸策略，等出業績睇清3個關鍵：現金流有冇改善，光模塊佔比有冇突破30%，存貨周轉有冇加快。老實總結，劍橋科技呢手 IPO 似足新出 iPhone，首日炒風值得期待，長線功能要試真先知。抽新股如同食車仔麵，餸就揀咗，幾時食飽要走自己最清楚。不過食麵之前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啊！